你是有所不知。本应是我妹妹关系，用我的妹妹当人质。น้องเอ้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คิริเลย原来大当家是个疯子，想害自己的儿子， คิริเปิ้ล 但那个又不是他亲生儿子。自己被知道大当家疯了之后，就想 คิริโอ้ย no no no